歡迎各位嚟到2025年度塑料粵語歌頒獎典禮。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希神仔。喺2025年期間咧，盤點塑料粵語歌呢個系列咧，一共做咗5期，一共盤點咗15首歌。如果今年有追開呢個系列嘅觀眾大佬，應該都知道我哋今年入邊咧都食過唔少嘅大便，同埋咧喺大便入邊都食過唔少痘痘噶。咁今期呢個頒獎典禮咧，我哋一共設置咗2個排行榜，同埋6個獎項。其中2個榜咧就係上一期問到大家嘅，究竟喺呢一堆塑料粵語歌入邊揀最好聽嘅設置一個榜啊，定係最核突、最塑料嘅設置一個榜呢？跟住好多觀眾大佬話細路仔先會做選擇啫嘛，我要晒。咁呢2個排行榜呢，分別係叫做2025年度最好聽塑料粵語歌排行榜，同埋2025年度最塑料粵語歌排行榜。呢個犀利啊！呢15首歌入邊每一首我哋都統計咗佢嘅總字數同埋拗音數，然之後計算咗呢一首歌嘅塑料率嚟做一個排行噶。請大家拭目以待。咁喺開始之前，以防大家唔記得晒今年我哋盤點過乜嘢塑料粵語歌，以下我哋就嚟快速重溫一下。想直接去到頒獎部分呢，可以跳到以下呢個時間點噶。作為全網首個做呢個頒獎典禮嘅節目，好應該值得大家點讚、關注同埋轉發啦，係嘛？第一首我共你似場夢，陳少波。2不野情仇，南風。3南極洲，太陽無限。再望他多眼，望他多眼，我的心太傷。真的戀愛不是這樣，不是藏着那葉。4冷卻，韓可可。5花謝等別離 DT。求求你去揾返別個人，不需客氣。6美中不足 AKJ。每個人嘅身上會白白付出，所有愛情時間由我作主。7 Beyond 鄧啟航。8後來的朱興東張可盈。9雲雨 May 梅梅。聽到一段段一段段，天都在哭，這份愛拖斷緣。10我不會再想你了，何千千等等。11你別再問高蕊 Beans。12成龍很酷金爆。13偏偏愛太重大眼仔細妹。14 TVB 布魯色。15夜風陣陣趙13。唔講咁多有用嘅嘢啦，即刻開始我哋今期嘅2025年度塑料粵語歌頒獎典禮。第一個要頒發嘅獎項係2025年度最抽象塑料粵語歌啊！唔知大家有冇心水呢？3、2、1，成龍很酷金爆。呢首金爆嘅成龍很酷咧，憑借住佢超強嘅日式發音，將一首日文歌唱出咗粵語歌嘅感覺，同埋咧都憑住主唱嘅呢一把非常之似成龍嘅聲線而獲得咗呢個獎項，可以令到大家喺唔睇歌詞嘅情況下以假亂真，誤以為呢一首係一首粵語歌，同埋都係我哋呢個系列嘅首個案例，將各種同粵語發音好似嘅日文砌埋一齊，砌下就砌咗一首假嘅粵語歌出嚟。呢種手法係非常之高超啊，所以獲得呢個獎項相信都係眾望所歸。跟住頒發第2個獎項係2025年度最聰明塑料粵語歌，大家覺得係邊首呢？3、2、1，美中不足 AKJ。之所以話佢最陰濕啊，唔係最聰明呢，係因為呢一位 AKJ 佢用普通話寫好咗一首歌，然後想將佢唱成粵語，然之後佢發現呢一首歌副歌嘅韻腳呢，每一個字都係唔押韻嘅喎，用粵語讀出嚟嘅話，於是佢好聰明咁樣將佢哋夾硬唱到押韻嘅，白白付出由我作主，背得爛數，神愛之母。呢一個又係我哋盤點過咁多期以嚟首個案例啊，所以呢個 AKJ 獲得呢一個年度最陰濕唔係最聰明塑料粵語歌，
係實至名歸嘅。呢啲就係創新思維，諗到咗人哋都唔夠膽諗，甚至唔夠膽做嘅嘢，做咗之後會俾人打嘅事，佢夠膽做出嚟，犀利！呢位親愛的 AKJ 朋友，攞咗呢個獎之後，就唔好再寫啲咁嘅歌啦。第3個要頒發嘅獎項係2025年度最合理存在的塑料粵語歌，大家有冇心水呢？相信有追開今年系列嘅觀眾大佬都知道係邊首噶啦。獲獎者係花謝等別離 DT， 恭喜 DT！ 點解要話佢係最合理存在嘅呢？係因為呢首歌係一首控訴渣男嘅歌。我也好奇，我也想見識，什麼的女人先配得上你？求求你去揾翻別個人，慳翻啖氣冚家鏟。眾所周知，塑料粵語歌就係用嚟折磨廣東人嘅耳仔同埋心靈。將一首控訴渣男嘅歌，再加上塑料粵語歌入去呢，就係一首雙重嘅打擊，為塑料粵語歌合理存在做咗一個非常之好嘅例子，可以令到渣男被批判嘅同時，再用塑料粵語歌嚟攻擊佢嘅耳仔同埋心靈，爽啊！相信聽到呢首歌嘅渣男們同埋觀眾大佬們都會受到應有嘅折磨同埋懲罰。再次恭喜 DT， 接落嚟就要公布2025年度最好聽嘅塑料粵語歌排行榜。重點講前5位，第5位《太陽無限》南極洲。呢首《南極洲》排到第5呢，係因為佢嘅編曲作曲係比較特別嘅，唔會係市面上面爛大街嗰種，再加埋聽感同埋原創度呢，綜合將佢排到第5名。如果唔係佢最尾一句嘅明知故問嘅話呢，我可以將佢排到第4名噶。第4位金爆成龍很酷，將佢排到第4位，最大嘅原因呢，係因為佢嘅曲風係搖滾，係非常之歡樂噶，就好似之前同大家講到嘅苦情歌最罩忌就係塑料粵語歌噶啦。而相反，歡樂嘅曲風呢，係會令到粵語區嘅人士冇咁反感噶。然後喺公布前3名之前呢，我哋公布一下2入圍有邊首歌呢？分別係有 AKJ 美中不足。可能會有觀眾大佬話：呢首美中不足啱啱唔係攞過獎嘅咩？啱啱講到佢攞過個獎係最陰濕，唔係最聰明塑料粵語歌，呢個係佢嘅特點。除此之外呢，太核突啦！下一首陳少波我共你似場夢，塑料粵語歌都算啦，你嘅曲風仲要係非常之古老嘅。鄧啟航 Beyond 都係一樣問題。最尾係南風嘅不野情仇，呢首歌令我感覺有少少嘅土味啊！公布前3名啦，排第3名嘅咧係有韓可可嘅冷卻 Disco 風格咧，係而家當今華語樂壇非常之缺少嘅一樣嘢啊！所以我將佢排喺搖滾嘅前面。可以打敗 Disco 風格嘅咧就係第2名嘅布魯式 TVB City Pop 風格。呢首歌嘅編曲係比冷卻高級同埋複雜咗少少噶，編曲同埋作曲咧都好好咁還原咗90年代香港樂壇嘅嗰種 City Pop 類型。當我第一次聽到呢首歌嘅時候，令我彷彿置身喺一部好大好大嘅郵輪入面，同邱淑貞跳緊舞，非常之浪漫。咁第1名相信大家都知道啦，朱興東張可盈後來的不可再從頭目光枯萎。憑借住佢超強嘅編曲作曲同埋2位嘅聲線，再加上做咗4年盤點塑料粵語歌首次有男女對唱嘅歌，綜合起身排到2025年最好聽嘅第1位。最重要嘅一點，呢一首係呢15首入邊唱功最好嘅一首，完全唔係一個層次，係斷層式嘅嗰個唱功。即係話就算撇除啱啱講到咩編曲啊、作曲啊、聲線嚟講，齋論唱功，呢首歌排第1都係實至名歸嘅。非常之可惜就係呢首歌如果係協音嘅話呢，完全可以攞去香港樂壇度揮一揮嘅。10大勁歌金曲頒獎典禮嗰啲，好可能會有佢哋身影啊！我話嘅。至於後面呢6首呢，我就冇將佢排名啦，係因為冇必要。因為首先呢4首咧係苦情歌嚟嘅，就唔將佢排入去啦。咁花謝等別離咧，令我感覺係一首非常之似翻唱嘅歌啊。咁偏偏愛太重，佢可以俾明知故問打敗咧，係因為太多人聽啦。唔知大家有冇試過，你好中意聽嘅一首歌，突然間好多人周街都喺度播緊，爛晒大街嗰陣咧，你就會覺得呢首歌好撈噶啦。OK， 咁呢一個咧就係2025年度最好聽嘅塑料粵語歌排行榜啦。唔知各位有冇唔同嘅意見咧，可以分享一下噶。接落嚟我哋要頒發第4個獎項，2025年度最差塑料粵語歌。呢個獎項咧需要滿足2個塑料粵語歌條件嘅，考下大家係邊2個？嗱，有睇我哋節目都知噶啦。第1，唔協音，第2，粵語唔準。大家覺得有邊首呢？獲獎者係
有4個 Beyond 美中不足，夜風陣陣，不野情仇。恭喜呢4位達成成就，塑料粵語歌教科書。眾所周知，希神仔我冇乜嘢咧係唔會笑人哋口音噶，我係專注喺歌曲本身上面噶。咁嚴格啲嘅觀眾咧，仲要求你粵語發音係標準嘅。咁同時可以激嬲2種人嘅咧，呢一種就係教科書式嘅塑料粵語歌啦。第5個獎項，2025年度最劣質塑料粵語歌係邊首咧？得獎者係2位，我共你似場夢，陳少波 Beyond 鄧啟航，恭喜呢2位。點解話佢哋最劣質呢？首先首 Beyond 雖然你係致敬 Beyond，但係你呢個曲風，哇，夢回千禧年喺 QQ 空間睇嗰啲人唱歌咁樣。我共你似場夢同樣啦，都係因為編曲非常之舊。呢2位歌手喺近2-3年仲可以製作到呢種水平嘅歌，其實我應該再開多個獎俾你2個先得嘅喎，點做到嘅咧？最尾頒發嘅獎項係2025年度最垃圾塑料粵語歌。哇！呢個獎項聽落好嚴重、好離譜咁喎。嗱，獲獎者係你別再問高睿 Benz。我希神仔做咁耐節目以嚟咧，好少會咁有攻擊性，直接指名道姓話佢哋係垃圾。原因有幾個㗎。第一個係抄襲，抄春嬌與志明都算啦，你連不需要挽留都抄埋。第2點，因為佢太水啦，一段主歌佢可以唱3次甚至4次嘅。第3點，呢首歌太紅啦，如果一首歌你冇前面2點嘅問題，你紅嘅話咧係冇問題嘅。但係你一首歌又抄襲又水嘅情況之下，都仲有咁多人聽喎，亦即係一句講晒。劣幣驅逐良幣。嗱，原本呢首歌我係想將佢排去上一個獎項最劣質嗰度嘅，但係咧，我覺得有必要單獨俾佢一個獎嘅。好啦，咁嚟到最後係時候公佈我哋2025年度最塑料粵語歌排行榜。呢個榜就非常之公平啦，完全係根據佢哋嘅塑料率嚟進行排名嘅。每一首歌都係希神仔我逐個字嚟對嘅。呢個工作量好值得大家點讚、關注同埋轉發啦，係嘛？首先公佈第14首。可能會有觀眾大佬話唔係一共15首嘅咩？點解唔係15首開始嘅呢？係因為成龍很酷呢一首歌係屬於一個 bug 嘅存在嚟㗎，因為我唔知將佢擺喺邊個位置好啊，所以佢入唔到圍啊。第14，偏偏愛太重，成首歌嘅塑料率係3.92%。可能會有觀眾大佬話冇理由㗎，呢首歌明明聽嗰陣覺得佢好塑料㗎，點解佢會排最尾嘅呢？反而係最唔塑料嗰首，係因為呢首歌係有 rap 㗎 ，rap 係冇分協唔協音㗎，係得唱嗰陣先有㗎。13，花謝等別離，呢首歌令我感到非常之意外啊，因為我當時聽嗰陣我都覺得佢明明係好塑料嘅，佢淨係得18個地方係拗音嘅啫。12，不野情仇，呢首都算經典㗎啦，你試諗下，一首歌係得3句係粵語嘅啫，竟然會有16處係拗音嘅，竟然排唔到倒數第一，可想而知。有幾離譜啦嚇！11，雲雨，塑料率係5.88%。第10，我不會再想你了，呢首歌簡直係作弊啊！一般歌曲嘅字數都係400個左右嘅，呢一首歌嘅字數去到664，因為佢有 rap， 塑料率係6.02% 㗎。嗱，因為你呢首係 rap， 稍微會有少少作弊嘅成分咧，咁我將你嗰啲英文全部唔計入字數嘅，因為首先 rap 已經唔公平㗎啦，第二你再加埋英文入去，簡直係作弊中嘅作弊。好合理啦，係咪先？所以呢度又教識大家，如果你想寫粵語歌，你又驚自己寫得唔協音啊咁樣，你寫 rap 咪得咯？你齋寫一段副歌，然後其他地方全部寫晒 rap， 咁就得啦。起碼你嘅塑料率唔會咁高啊，係咪？第9名，南極洲，塑料率6.48%。第8，你別再問，又嚟啦。呢首歌仲離譜，700幾個字數，即係話佢好多 rap。按理嚟講，佢唔會排到咁前嘅。佢居然排第8，可想而知呢首歌係有幾咁塑料。主要嘅原因係佢嘅副歌啊，又好似之前同大家講過，你可能呢一首歌係得1-2處地方係唔協音嘅啫。但係如果你將呢個地方呢個錯誤啊重複好多次嘅話，咁你嘅塑料率就越嚟越高㗎啦。呢首歌將副歌唱咗1、2、3、4、5，唱咗5次，拗音地方有65處嘅，即係你加再多 rap 落去都救你唔到，真係。不愧為攞個獎嘅歌啊！第7、第6、第5名咧，都係最好聽排行榜嘅前3位，估唔到佢哋3個黐埋一齊啊！好聽係好聽，但係塑料係真係塑料啊！第7 TVB，第6後來的，第5冷卻，嚟到第4名美中不足，拗音地方高達94處，塑料率為23.5%，呢個又係非常之經典啊！因為大家可以睇到佢係得副歌係粵語嘅啫，其他大部分嘅時間又係 rap 嚟嘅，而且係普通話嘅 rap，點知佢副歌嘅粵語
可以咁塑料嘅。不過換個角度嚟講，佢塑料還塑料，但係有啲地方佢又撞得中喎。第三 ，Beyond 塑料率24.67%。第二，我共你似場夢塑料率26.1%。第一名塑料率高達39.23%嘅夜風陣陣，我都估唔到第一名係佢啊，犀利！呢個榜嘅前3位不愧為2025年度最差塑料粵語歌嗰3位得獎啊，實至名歸，冇得留低。嗱，咁呢個最塑料粵語歌排行榜咧，我就話以一個最理性嘅角度去排。不過如果你要聽嘅話咧，其實都係以你聽感為主，唔係話排第一嗰啲聽落就好塑料，排倒數第一嗰個就唔塑料啊。咁從聽感嚟講咧，呢個就非常之主觀噶啦。每個人有每個人唔同嘅接受方式，所以如果你哋自己要排嘅話咧，我都係建議你哋以自己嘅聽感為主啊。好啦，今期嘅2025年度塑料粵語歌頒獎典禮就嚟到呢度啦。再次多謝各位觀眾大佬嘅支持。如果大家覺得今期做得好嘅話咧，好快我哋就會有2024年度塑料粵語歌頒獎典禮同埋2023、2022噶。因為咧，相信有好多觀眾大佬都話，點解冇我首七嬸接68嘅？點解冇我首不該用情嘅？點解冇我首 Baby Disco 嘅？所以至於今期做得好唔好咧，就要全靠各位點讚、關注同埋轉發啦。希望喺2026年塑料粵語歌可以少啲啦，可以出翻多啲高質量嘅作品，又或者少少唔協音嘅話都可以接受嘅。最緊要你成首歌係好聽，呢個亦都係我哋做呢個系列嘅初心，唔係為咗扼殺咁多位音樂人嘅努力，而係想大家知道粵語歌嘅規矩。你真係中意粵語嘅話，你會更加尊重呢個規矩噶。好啦，嗱，咁歡迎各位觀眾大佬繼續投稿，郵箱又得，私信都得噶。粵味調料，粵味生活更多料。我係希神仔，我哋下期再見。咩叫做越想放手，越係放唔空呢？放手又點樣放唔空呢？你孫悟空啊？越想放手，越係孫悟空。我逼爆你個龍的洞啊！逼爆你個龍的洞。